誠邀你報名參加 ICC 走長城慈善行，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愛嘅大家庭。你將會同嚟自世界各地同樣關心中國殘疾兒童嘅支持者一齊出發。過去30幾年，有無數同你一樣嘅朋友，一步一步將愛、希望同機會帶到呢班孩子嘅生命當中。今時今日，仲有好多孩子需要你伸出援手。當你報名參與，邀請朋友捐款贊助，甚至同我哋一齊行，呢啲行動將會為孩子提供迫切需要嘅服務同支援。你每行一步都係支持緊浩成，令佢繼續接受治療，獲得復康設備。你嘅每一步都係支持緊秀秀，令佢透過職業發展項目建立自信，邁向自力更生。你同樣支持緊麗麗，令佢喺我哋嘅全人關顧中心得到充滿家庭溫暖嘅照顧同陪伴。你踏出嘅每一步，都幫助呢班孩子同青年人發掘天賦潛能。請即報名參加 ICC 走長城慈善行，幫助中國最脆弱嘅群體，為佢哋築起一個充滿愛、希望同機會嘅美好未來。